经文吼，来到启示录吼，忽然间跳到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吼。哈多咱的刻印文嘛是选共一个所在吼，啊，咱哈多释永长老的读经也是共款吼，啊，不过这两个台语无啥共款吼。好，咱要来看这第1节到第6节，一开始，伊就讲，约翰就讲，我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吼，我有看见新天新地，吼，啊，前个天、前个地已经过去，吼，这已经到，其实21章已经到启示录的落尾啊，吼，吼，即阵，这征战拢过去，这战争拢过去啊，吼，伊要讲，哇，我看到新的天、新的地啊，过去的一切啊。前个天甲前个地拢已经过去，尤其伊搁加一句，伊讲海嘛无搁有啊，吼海嘛无搁有吼，是安怎伊加一句吼？咱先无要紧，咱先来看新这个概念吼。伫希腊文的新吼有两个讲法，一个是 kainos 吼，啊另外一个是 neos 吼。啊，其实事实上伫文学上的写法，这个是可以通用的啦，会当通用。看伊的上下文，无讲看的上下文可以通用，毋过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启示录内面，启示录内面拢是用 kainos 吼，因为 kainos 有一个这个新的意思是咧讲品质对面的新吼，一个新的没有出现过的，吼，这新的品质的新吼，啊，毋过这个。neos 是咧讲，若要用时间来比的时阵，迄个新，譬如讲啊，这个面包刚刚出炉，这是一个新的出炉的面包，那就是 neos 哈，好就比较清楚用这个 neos， 啊是讲 newborn baby 哈，刚生出来婴仔，好，因就会讲 neos 啊，我说过了，有可能可以通用，因为 kainos。虽然是咧讲品质上的新，譬如讲，即摆药厂虽然发明一个药啊，吼，药啊毋是新的药啊，对无？药啊就是药啊嘛，吼，自古以来拢有药啊，啊，毋过即个药啊会当医治，健忘，吼。好，伊伫健忘症吼这人的新诶，对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变成 kainos 好啊。虽然药啊这类物件是一直都有的，可它是一个新的品质的东西，就变 kainos。一个很奇怪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在讲到新酒装在旧皮囊，伊讲迄个新的酒大概装伫迄个新的皮囊，它就是用新酒，它用。neos， 而且嘛，新的皮囊它用 kainos， 好，所以我就说会有一点混淆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 kainos 虽然在讲是品质上的新，它也可以用在说这个东西吼是没有用过的，没用过的新啊，这个时候就有点跟下面的新会卡掉啊吼。不过我今麦要讲的是，咱启示录内面的新，拢是用 kainos， 因为伊在强调一个新的品质。好，所以他现在讲的新天新地，好，这些新伊用 kainos， 好，伊讲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人毋捌经历过，是上帝掌管的，迄个新天新地要出现了哈。啊，不再有海了，喜安娜强调不再有海了，不再有海就不能去沙滩游泳了，这是怎么回事哈？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害怕海的民族哈。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代表什么？混沌，好，代表冲突，代表罪恶的源头吼。这跟创世纪第1章开始有关系。伊讲啊啦，起初，大家安怎念？起初，来，我念互恁听吼。伊讲，毋是啦，伊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烟的面像黑暗。后来
他说深渊的面像黑暗，深渊一共的是海。他说海是什么？是黑暗的。哦，其实以色列人的概念就一直认为这个是测不透，有点恐怖的地方。哦，海是深的，看不透。啊，那你启示录里面，海的兽，好像那个兽是野兽的兽，是为海起来的。哦，是从海起来，所以因为那个海其实跟魔鬼的巢穴有关系，所以其实耶稣把那个猪仔赶回去，赶去对。好，跳在海里面哈，这是以色列的文化，好，所以他就认为说啊，那新天新地就不会什么无害啊，这好诶哈。或是另外一种讲法，启示录第5章还是15章，也讲说，上帝宝座头前有玻璃海，好，水晶海啦，海是用水晶玻璃做，所以当然啦，可以看得下去，可以看透哈。啊，这以色列人的概念，所以一定哇，这个新的天，天新的地，无海吼，上帝掌管的时阵，好。另外，伊讲，佮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好，新的耶路撒冷它降临了，好，伊讲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是咧讲什么意思？咱等一下解说哈，我现在就先把第1节到第5节，那做一个结构的分析，和大家看一下哈。大家看那个样子就好，因为看不清楚，我大概解释哈。从第1节的前半段到第5节哈，这我定下甲咱兄弟讲过，这是以色列人文学、希伯来文学很常见的前后对称的排列，前后对称。啊，这款前后对称的结构，会把重点标示在上右边，最右边的那一句话。啊，最右边的那句话就是圣城是耶路撒冷会对天降临，啊，上帝的会幕要踮伫人间，这会变成这一整段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底下。好，大家看不清楚，无要紧，我今要对第一个。哦，它是这样子的哈，它是这样对称的。我跨前侧哈，前后对称，前后对称，前后对称哈。新天新地对第5章，上帝讲上帝，上帝讲我甲一切，我换新万密哈，我换新万物，所以是这样的哈。它最头面上头前第1章第1节去对照第五节哈，新天新地出现啊，上帝将一切拢更新。好，那这是对照啊。来，第2个是整个天、整个地拢过去。好，啊，下面第4节也是提到说，进前的拢已经安那，都已经过去了哈。整个代志拢已经过去啊。那第3个的前后对称，这是第2个。第3个前后对称的意思是讲，圣城新耶路撒冷对天降临这个概念，去对什么？去对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你要知道哈，伫摩西的时代是会幕，哦，在旷野是跟着这些人走的哈，一直到谁才盖圣殿？到谁盖圣殿？所罗门王才盖圣殿嘛哈，哦，上帝不爱好代笔来起哈。到所罗门盖圣殿，那个是概念是相同的。他说，然后不过一共今嘛是咧新的耶路撒冷，那等者来解说，上面是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降临嘛，哈，所以上帝的会幕踮伫人的中间哈，他就是这样子来做对称的哈。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啊，海也不再有了，忘记写了，无够有海啊，无够有死亡悲伤。啊，考甲烫痛哈，这也是另外一个对照哈，一个对比。所以，伊讲新耶路撒冷降临啊，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到底这个上帝会幕伫人中间，这个上帝会幕什么意思？哦，他这里有提到他的解释，伊讲对上帝降落已经比斑变。亲像新牛装他
来添好伊的丈夫。他在讲那个新耶路撒冷，他怎么比喻？伊讲亲像新娘装他，新娘装扮好了啊，添好伊啥丈夫。哇！如果这样描写新耶路撒冷，你猜猜它是什么？用新娘来描写，你猜它是什么？各位小姐，不要客气，用新娘来描写，那猜猜看它是什么？卖。哦，听到了，我有听到了。好，你讲的是形式，我今嘛得讲，它代表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是在讲什么人？总不会说陈思豪吧？新耶路撒冷像新娘征他和谁呀？在天好伊丈夫，谁呀？确信上帝的好的人。耶稣是丈夫啦，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不是？好，那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嘛？好，就是新娘啦。好，你若理解伊在讲的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伊在讲的概念是教会啦，教会。所以你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即摆即个讲教会的概念。本来伫旧约的概念就是安尼啦。圣殿是什么意思？圣殿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记号。你唔通掠做上帝敢若伫圣殿内面尔呢？唔是，上帝讲那个约柜，迄是我的座位。恁看到圣殿，恁大概知影我是甲恁伫地。那是一个同在的记号。现在已经新了一个新的概念，教会是上帝会幕伫人间的一个表征。好，教会是什么？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教会是什么？各位兄弟，这个礼拜堂吗？这个所在吗？还是财团法人古亭基督教会安尼啊？不是哦，教会是指什么？我们是指这些人这些人是教会。所以不再有圣殿了，无再有像旧约迄个神圣空间的概念，不再有圣殿了。保罗讲即马上帝的殿伫对，什么？就是我们呐，我们就是上帝的殿。你让把这些观念都连接在一起，就发现，保罗讲，咱正人就是上帝的殿，上帝伫咱的中间显明出来。所以教会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讲。当他说等于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的时阵，咱会知影，咱教会放伫这个所在，要显明的就是上帝的疼，上帝的快乐，上帝的恩典，借着教会这群人显明出来。怎么样表现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我就想到。一部电影我最近好多场合有提到过叫做《逆着风的旅行》逆着风的旅行，这个是一个埃及片埃及片这个阿拉伯，它的名字是这个，我不大会念 Yomedain Yomedain 什么的这是一个阿拉伯文那它是一个埃及片。在坎城影展的竞赛片，得到大家的肯定的一个片子，埃及片。这是那个等一下公司这是怪怪的电影公司，它的电影公司，它在进口这种没有人要看的电影它都连台北都播个2个礼拜就下来的那一种他们就会试看邀请几挂人去试看，定邀请我去试看，有时候都没有空。那天说好啦，去给你看。那我要进去之前，他就跟我说：“那个陈牧师，这个逆着风的旅行是我们翻译的了我们中文翻译。可是他的片子原名叫做《Yomedain》我问这什么意思？他说审判日的意思我说
审判日啊，你不是跟我讲这个电影是在做一个麻风病人，一个痊愈的麻风病人，他好了以后，他要去找他爸爸的故事，要去找因爸爸的代志。怎么跟审判日有关系？我们的演到一半会有外星人入侵，还是火山爆发，还是海啸，有无？那好莱坞的电影演世界末日是不是都这种？彗星撞地球，上面回那这是世界末日的概念。伊讲奇怪啊，为什么逆着风的旅行是咧讲一个麻风病患者伊好要去找因爸爸的故事，你跟审判日有什么关系？我在走进去的时候就这样想，奇怪啊，该你们在被看上面电影就是这个演这个麻风病人，他好了，他的妻子已去世了，他从他的隔离区。伊是要想要去找因爸爸，因为爸爸自细汉甲上来时阵，因爸爸讲我会来看你，结果都没有，伊要登去找因爸爸，所以他就骑着这个驴子小白驴，然后带着后面那个小男生，是那个穆斯林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小男生，他的名叫奥巴马，没有错，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奥巴马他们三个就这个麻风病人小男生跟那个驴子就开始。横贯整个埃及要去找因爸爸到最后太累了，驴子也死掉了，小朋友也生病了就躺在路边，不晓得要怎么办。有三个乞丐，有个乞丐把他们收留，给他们东西吃甲医治，互因两个较爽快这三个去食有一个是无脚，没有脚的，是用手在地上爬的。一个是侏儒另外一个身材比较正常，他们三个就收留他们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这个叫巴薛就是迄个麻风病人甲这个奥巴马甲小白驴去寻找到他的爸爸有一暝因在开讲，小朋友睡着了，那个侏儒跟那个巴薛跟那个麻风病人说。伊讲听好，迄个审判日迄天来的时阵咱拢会当互平等对待。那一刹那我才为什么这个电影叫做审判日？就是人家这困苦的人，去互社会看轻的人，去互社会无公平对待的人，因咧听好啥？审判日。伊讲审判日是我们期待的了。等迄天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怎么样？公平对待，是他们很社会底层的人应该这款的想象，所以他们要不要审判日来？要不要？要你要不要？你不要对不对？你得知影，我们是跟他们不同等级的人，对不？在社会无啥同款的人我们都希望，不要太早来，还没有享受好对不对？对不？他们不要，因讲我今嘛做困苦的，我们听好的是迄个审判日，因为我知影，因的神，他们的上帝，如果是伊斯兰教，他们的阿拉，在审判日的时阵，给他们一个交代，他们会被公平的对待。然后他们三个人就照顾他们，然后还是要走就帮他们找一个卡车。顺风车往南部开的，可能会经过因要去的所在因薛巴跟婴小白驴已经死了，薛巴婴的上车说再见，对不对？就再见迄个无开没有腿的那一天的那个人，他就跟薛巴说，他说审判日见。那时候我就有双腿了，我就哭出来了。他认为说我现在无脚。不过若审判日迄天，上帝要给我一个公平的对待时阵，我的脚就安那，就生出来我就有脚。这是他们对审判日的期盼。所以迄个薛巴在做梦的时阵有一天他做梦，梦到他照镜子，哇，镜子里面是一个什么帅哥？是一个帅哥他在等候的嘛是迄个审判日。各位我是在讲什么回我是在讲什么咱基督徒咱认为讲末日必有审判，对不对？上帝要审判不过我们是基督徒啦我们是有特权的，对吧？
世用甲我取，毋是讲咱信耶稣基督的，咱较有迄个特权嘛，对无？所以基督徒的审判日，咱是知影讲哦，我们会被公平的审判。毋过不像顶下来这些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因为审判日，他们才会被公平对待。这个世界安那？这个世界无公平，无公义，因受苦，因受别人无公平的对待，正人拢会当做的代志，因袂当做；正人拢会当享受的，因无法度享受。因大家听好，他们认为说，我要听好到审判日，我们才会被平等对待。这是他们的信仰，给他们一个盼望。可是我看到这时阵，我心内深深的感谢，因为咱基督教不是安尼，我们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讲的。好到世勇长老在传咱这主导文的时阵，咱一开始是安怎讲的？咱讲咱伫天灵的爸，安那？为你的名姓对无？来咧，你的国降临对无？来咧，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祈求伫天灵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你用愿你的国临到，这个就是上帝的帐幕怎么样，在人间的一个概念。上帝国已经完成伫遮未？未，可是他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讲：如果你们看到，你哪看到我用圣灵医治赶鬼的时候，就表示上帝国已经安那，已经临到啊。不过伊完成未？未完成。伫这个已经临到未完成的这个过程，这个以灵而未然未完成的这个过程，迄就是教会要放伫这个世间，正做一个记号的这个功用。所以我以前常跟咱的兄弟讲，咱教会是一个啥？试吃品、弃甲品。你得一定要想到 Costco 那种试吃品。现在 Costco 好像比较小气一点哦，好像比较少试吃哦。我们家3个小朋友以前最喜欢去 Costco， 也没有买东西也没关系，他们都吃很饱哦。有东西哇，一直退试吃品。干嘛给你吃？干嘛给你吃啦？吃了好吃就怎么样？就会买啊。个人教会就是放伫这个社区的一个试吃品，人吃咧好食的，认为这个上帝国啊。教会不是上帝国的本身，教会没办法就等于上帝国，可是教会是一个上帝国的呈现。当兄弟姊妹，当基督徒有把迄个上帝国、迄个品质的生活展现出来，这个世界就看到上帝国，这个世界就看到上帝的会幕在人的中间。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跟功用，不是去传福音。我最讨厌这样子了，不是去告诉人家耶稣听你哦，讲这拢不好，就是这个信用的群体，哪会当把迄个上帝国的芳味显明出来，的已经是在传福音吗？就已经是在传福音了。所以，各位兄弟，在咱的信用里面，我们不用等到审判日呢，是不是？在咱的信用里面，其实咱就要体现上帝公义、慈爱、和平跟良善。我们不用到那一天，那亲像薛巴跟伊家乞丐朋友，他们一直等，我要等到那一天，我才能有双腿。我要听好到迄天，我才会当互公平的对待。不是，各位兄弟，是对即马开始，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上帝还未完全掌管，虽然上帝国还未完全临到，教会伫地上，这是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就爱显明迄个上帝公义、慈爱、
和平甲良善。这是跟世界不一样的气质。我们现在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出伫第二，亲像伫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基督徒，咱今嘛的应该爱屈力拍拼，互每一个人拢会互公平的对待。等他亲像耶稣在教示，耶稣讲：另爱完全，你们要完全，跟谁？跟谁一样？跟你的天父同款的完全。哇，多困难啊！怎么办得到？不过耶稣他的比喻很清楚的比喻，伊讲：咱这个天父，咱的上帝，以后太阳啊呐，以后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啊好嘞，落雨。互义人甲那不义的人，好人坏人是从行为来表现分辨的好人跟坏人。那你圣经讲的义人什么意思？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是义人；跟上帝没有建立关系的是不义的人。所以无因为你是歹人也是不义的人，你就无日头，你就无雨水，因为上帝平等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更加这里，我们不要认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很简单，没有不简单，很容易，没有不容易，很简单不容易。我在讲啥？这个概念很 simple， 这个概念是会当了解，不过要做安那，这困难。你若要互每一个人互公平的对待，就是你本来互人这好对待的人，你得安那，你得讲落来呢。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若要互本来无公平对的人起来，你得要本来你有特权的人，你就怎么样？你要降低下来呢？这是无容易的代志。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干嘛要跟人家分享咱的既得利益？这个就是公平对待的意思。我掠伤济，我摕伤济，即马要互别人公平对待，我得爱放弃我已经放在口袋里面的任何资源跟权利。这就是耶稣基督讲，你基督徒，你要跟对我的人，你要受苦啊！你要做跟这个世界无同款的思维跟想法。所以来选择题，谁比较期待审判日的来临？选择题比较好答。受苦、受压迫、被歧视的人，还是行不义、自私的大富翁，谁比较期待审判日的来临？一嘛，我们虽然不是一，也不要是二，好不好？基督徒，我们虽然不是一，可是千万不要是二。我是愿意分享的大富翁，愿意分享的大富翁，你也蛮希望审判日怎么样？就来临了，你袂惊嘛？是不是？你袂惊。面对审判日，咱爱记就袂惊。我们不必要像薛巴，因为在这个世上无法度享受公平的对待，伊干那在恒心在期待在听候审判日。咱的信用，各位兄弟，咱的信用。伫咱要搁外在，搁徛去这个世上的时阵，我们就努力，咱就做苦力，要活出迄个上帝国的香味，迄个公义、公平、慈爱、和平、良善，迄个上帝所欢喜的迄个款式。虽然咱会吃亏，虽然咱检测会受苦，不过咱知影，咱的群体会呈现。就是迄个水的，那个审判日应该要有的一个情况要出现。这是何等水的一个目标，也是讲一个展望伫咱的头前。伫这个世上，咱有常有无同款的看法，立场，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习惯，无同款的宗教。无同款国家利益，不过
在某一个程度，咱其实爱去理解，我们应该要公平对待，好，这是最起码的。各位兄弟，我常常讲，公平是最起码疼的呈现，公平是最起码的爱的呈现。那无公平是没有爱的。不过爱如果要超越公平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爱要超越公平，就有人要怎么样？你看，这是古亭教会呢，都会知道，爱要超过公平，就有人要牺牲。谁牺牲？别人牺牲了。